咱今仔日的即个主要的重点，是要为较语言学的较语言学的角度来讲台语的教育因为呢，有当要讲台语教育，就譬如讲啦，咱定定拢有一寡疑问啦，包括家长、老师拢会感觉讲，咱这囡仔若要学台语，也要学华语，也要学英语，也要学啥物语，学遐济，会造成囡仔负担啊袂？过来有的家长、有的老师可能讲，这囡仔遮细汉来学罗马字，也爱学波波猫，也爱学学汉字，会造成囡仔负担啊袂？就是类似遮呢，到底是会负担还是无负担？咱过去真侪人拢可能是讲意识形态，伊若主张讲无负担的，就感觉讲无问题啦。感觉有负担的，感觉有问题啦。到底是安怎？咱希望是较有科学的证据啦，希望是较语言学顶头一寡理论的基础，安尼咱来看会较客观所以咱今仔日呢，咱就是要来讲，我要为语言学的角度，特别语言学内底有一门呢，叫做语言识别language acquisition 为这个角度呢，要来探讨讲咱是即个咱要求本土语言的教育，敢真正会造成负担，敢会造成讲咱后摆要学英语、学外语会有阻碍、有妨碍也无？咱是要今仔日要来探讨这个议题啦拄好因为我的即个博士、硕士拢伫美国读，我就是读语言学的，所以针对即个语言识别即部分加减以前上课学过，包括家己嘛做一寡相关的即个实验研究所以咱今仔日要为即部分用为科学的角度、为语言学角度来探讨当然，伫这要探讨进程的，咱嘛是会讲到甲即个台语教育，还是讲台湾学教育有相关一寡代志大先就是咱拄则金泉长老嘛有讲到就是讲咱最近呢要办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营伫遮呢，我嘛小佮简单来说明介绍一下小解一下咱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营咱今年是7月17甲20，4天3暝会伫咱台南成功大学来办理7月17甲20，4天3暝，拄好是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因为咱这拄好算是较即个夏令营的性质啦所以咱较济工尤其即个休热因为咱久长以来的参加拢差不多是较即个老师啦，还是讲学生啦还是讲较重视文化工作者所以咱这夏令营会较济工即个咱今年的主题呢是落实正经母语的台湾学教育咱有要求2个重点，一个是正经母语啦就是讲除了爱有台湾学就是爱来认捌台湾的历史、地理、文化嘛要正经伫语言的，就是讲语言甲台湾学是要结合做伙因为即摆有的人伊可能敢若要求讲爱有台湾学，伊台湾学是用华语来看台湾用华语来看台湾学，这嘛是有争差呢安怎讲呢？就是讲你无共的语言你的世界观其实是无啥共的这毋是咱学白直接学白体的，这嘛是有学理的基础啦譬如讲即个美国差20世纪初期呢，有2个真有名的即个人类学家因提出因就是迄当时做即个美国印第安人的即个研究真有名，因提出一个叫 Sapir-Whorf 的即个假设就是因2个即个人类学者呢因研究印第安的语言甲文化因提出即个 Sapir-Whorf 的假设，就是讲每一个族群、每一个语言呢，伊背后伊有伊的独特的即个思考价值观、文化价值观，伊看代志的价值观会无共，迄是每一个语言内底拢有真独特的啦即个咱人的思考呢无形中就会受到迄个语言的影响这到底是啥意思？咱来用较白话来看啦譬如讲嘛真事实譬如讲即个爱斯基摩人因住伫迄个规年透天拢落雪的所在，所以因即个雪呢，雪对咱来讲是较清楚、较清纯的物件咱就想讲落雪尔嘛，雪若较大就安怎，雪若较细就安尼嘛，雪落足粗的还是讲落足细安尼尔，无特别分较有。但是爱斯基摩人
因的语言内底呢，针对说伊就分啊足幼的啊。吼，伊个说啦较粗较大，还是讲有无共款的说，伊有无共款的专有名词去讲遐物件。所以因一出是，因为透过语言无形中咧，因就遐对即个无共的说的大说的即个分类呢，就有迄个概念。咱换倒转来，咱台湾嘛共款啦，咱台语嘛共款啦。譬如讲，咱是食米的民族，对无？咱即个米的做出来产品足济啊，譬如讲饭就好啊，饭啦糜，咱就有分出来啊，对无？糜，咱佫有分啥？嘿，糜、烤糜，对无？水较济、水较少的嘛无共啊，对无？所以你若讲糜啊，请问糜是水较济啊，水较少的？水较济，糜啊嘛，一个暗嘛，对无？若烤糜呢？烤糜就是烤嘛，就是水较少的嘛，所以你若会晓台语的人，我讲糜、烤糜，咱都有迄个概念啊。你讲台语，你就听有啊。但是今仔日是一个美国人，一个食hamburger 食迄个汉堡的文化的人，因着美国人足少咧食米的较早伫美国大的时阵因美国人最爱食hamburger hamburger 嘛足侪种咧，咱等下再讲你看，若对一个美国人来讲，你若讲糜、烤糜，伊一开始敢若分有清楚，一开始无即个概念，因足少咧食糜啦。因若有就食，就加3不过是久久去食一摆饭，而且呢饭拢爱食迄种足黏，迄种泰国饭迄种，泰国米落去煮的迄，拢爱黏黏的迄所以呢，因印象中饭就是黏黏的、定定的就敢迄款尔，嘛无糜的概念嘛，过来咱讲拄则讲hamburger 对咱来讲嘛，就 hamburger 安尼尔，但是对食 hamburger 的人来讲，伊嘛 hamburger 足侪种的呢，为了放 cheese 放 cheese 叫 cheeseburger 放啥就叫啥物 burger 所以伊当做一种无共的分类方法所以着语言内底呢，伊无形中就反映着迄个文化，咱的文化的过程，伊会反映出来。所以呢，你若迄个语言你做无形中，你就是头壳内就迄个概念嘛个譬如讲啦比如像咱即摆信用卡用啊足普遍的机票可能嘛足普遍的对无？但是相对来讲伫咱台湾用机票，除非就是一般拢有做生意的，可能较知影啦。无啦，一般人可能机票嘛无啥理解呢但是总是呢，咱听到机票，听到信用卡，对咱来讲，咱拢知影迄个啥物概念。所以咱台壳内底都已经有迄个概念伫个毋过呢，伫越南即摆是较好啦20当前我对越南的时阵因为越南人足少人咧用信用卡的，嘛足少人咧用机票的迄当时我拄去有找遐越南学生甲因讲有用信用卡，因听无信用卡的啥物物件，因无迄个概念啦其实越南是算已经真进步安尼你若去譬如讲若非洲有的一寡物质生活较无遐像咱台湾遮舒适的即个所在呢伊的即个你若甲讲有啥物信用卡有机票，伊会听无啦这其实莫讲甲非洲去呢，偏咱台湾人，你若无咧做生意，也是毋捌用过信用卡，虽然你拢听知影信用卡机票是啥，毋过你嘛是无足清楚遐物件但是你若像机票呢，伫美国足普遍的呢，较早伫美国读册的时阵，留学生差不多，你只要囡仔开学就拢有机票伊个机票足方便的，因对机票无像咱台湾感觉讲足严格的伊个一印就几塔的，你要看几本你得当家己印，你签名一个，得当用足利便的啦所以就讲，即个Savior-Whorf因就提出来讲每一个语言有伊个特殊的思考，伊个价值观你若会晓迄个语言，你无形中你就会受到伊个影响这嘛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呢，咱嘛讲就讲每一个语言背后一道窗透过迄个窗咱就当认捌足侪无共的文化原因是安尼咱再个翻头来讲就是讲即个咱即个主题就讲正经母语的台湾学的教育即个咱今年呢7月17甲20会伫成台办理咱有大人嘛有囡仔
就是讲一般你若营队可能拢是干那针对大人，啊无针对囡仔咱即个是合作伙就是目的是希望讲咱大人带囡仔做伙来，大人囡仔会当做伙来，安尼是上好诶，大人参加大人活动，囡仔有限囡仔诶活动，囡仔咱原则上咱嘛会找一寡学生诶志工来带学生诶即部分诶，咱嘛是用事先训练，尽量就是要互因去做一个台语诶环境无咱即摆台语环境愈来愈歹，尤其咱台北遮可能佫愈惨南部嘛足惨呢，遮台北可能佫愈惨比较起来讲台语环境愈来愈少所以咱就想讲透过办营队，至少上无呢，伫体制内也无法度甲改变进程，咱先体制外提供一寡环境，有囡仔呢，上无伊逐当来参加营队佫印象佫有。等甲伊大汉，伊就佫会记一，即咱等下嘛讲到语言实力部分伊只要细汉我欠起来呢，大汉拢会记一啦。虽然中午可能一段时间较青疏去，但是尾也要捡转来会较简单所以呢，咱今年会有办即个大人甲囡仔的部分即个课程呢，咱真丰富咱即届呢，咱即届真大的特色就是讲是本土社团的大会师啦。本土社团大会师就是讲，一寡本来就较关心台湾的本土语言，也是讲即个文化的部分，即个社团真来念袂过。就是讲，咱平时就较关心台湾的本土语言还是讲文化教育即个议题的即个社团呢，拢有人会来所以咱讲师特别多咱今年无像咱一般有当时海洋，可能一节课就拢一个老师伫遐讲尔，咱较毋是咱即届是较强调较多元，咱大多数拢是用座谈的方式来处理咱座谈拢真侪人，过来咱嘛会互大家学员有参与发表意见的方式所以咱等于是一种的研讨会议round table 研讨会议的这种形式咱有真侪主题啦包括像讲即个课纲即摆12年的即个教育的即个课纲的问题包括即个拄则讲的迄条仔纸迄条仔纸讲咱这课纲调了无够，还佫调较详嘞即个议题咱。即个咱伫营队内底会讲到，即等下我嘛小可补充就是讲即摆课纲呢到底是啥物问题过来，譬如讲台湾学，因为咱即届主题是台湾学所以台湾学要咱伫中小学过来要咱伫高等教育内底来进行即咱嘛会邀请过来电影面电影面咱会邀请到陈丽桂导演呢来甲咱咱会先欣赏伊最近的即出电影迄个署名。即个革命的即个纪录片革命进行曲佮即个导演嘛会来来甲咱迄个开讲另外呢，第二讲是即个台湾学甲政治的实践就是讲咱有一寡包括咱比如讲南社、北社台湾社、中社、东社遮个社团，佮有咱一寡长期以来咱较咧关心即个教育的一寡即个。即个立委比如讲陈腾辉一寡即较关心的即个立委甲议员呢，嘛邀请因来，就是讲要咱透过即个议会，还是讲即个国会运作，甲咱台湾学塞入去体制内底过来包括即个蔡英文主席呢伊嘛会来甲咱开讲伊未来应该是有机会啦机会啦，若有机会的时阵呢，伊未来。对着即个教育文化这方面，要咱来做过来下晡呢，咱嘛有一个是文化创意因即摆拢足强调要有文化创意的物件，要咱甲台语文结合做伙咱嘛有邀请一寡这方面的人来分享因的经验过来媒体的部分伫媒体顶头，要咱甲咱台湾学物件放伫媒体，咱嘛邀请真侪。媒体界的遮真有名的主持人制作人拢会来过来第二暗，咱有一个暗会暗会嘛真精彩，咱有邀请真侪即个真专业的团体会来表演第三天早起呢是即个国际台文团体的一寡交流就是咱北中南
当全国遮个台语文较主要较活跳遮个，包括譬如讲像咱双连教会这嘛办了做好诶吼，所以咱希望各地遮个台文团体大家来交流一下，看要咱互相支援，爱团结较有力啦，大家爱做伙来相敬力量较会出来过来，咱除了伫课内、伫室内讲课座谈之外迄有当时啊坐了会腰酸背痛所以咱爱出来互我行行咧所以咱有安排。来这台湾历史博物馆，会去踅博物馆过来会去温泉乡这个关仔岭洗温泉咱关仔岭呢，迄温泉甲咱台北这温泉是较无共的咱关仔岭迄是较土质的迄个温泉是无共的体验啦洗温泉甚至食汤仔鸡迄嘛是迄当地的一个特产了呢，上尾一讲早起咱有一个是针对这个即摆呢。足侪家长开始要做迄个自学，或者是共学自学甲共学就是讲我囡仔呢，袂瘾甲送去学校读迄套迄个国民党迄套教育要踮厝家己教还是种几个人家己招的做伙来教家己来编教材来教遮个囡仔像这呢，咱嘛有邀请到即个几若位现处是因就是咧进行即个。团体自学的家长来分享，嘛会包括邀请到咱即个台南市前教育局长陈邦丁陈局长呢，伊嘛来甲大家分享过来上尾呢，咱嘛佫一个草根组织就是嘛是共款各地的遮个台语文的草根的组织呢，大家来做一寡交流互相联系即个，因为咱台语文要活起落呢，草根组织嘛足重要。咱草根组织若无做的时阵这是真危险，咱变成会有断层这是针对这个演习大人的部分，咱小可介绍另外咱佫有囡仔的囡仔的部分呢嘛有咱囡仔的呢，我遮找一下囡仔呢，咱会有即个中小学甲学前就是有机组就是讲3、5岁、4、5岁，只要咱的囡仔只要会晓行咱都欢迎即个囡仔的部分咱会较活泼咱原则上会由即个大学生来斗带譬如讲，咱有即个变魔术台语变魔术为变魔术内底呢学一寡台语过来呢，比如讲校园找宝伫校园内底生活，因为咱即个活动场地伫生态内底所以生态内底嘛有遮侪相关的建筑物包括迄个古早的，譬如讲即个台南的即个迄个小西门嘛伫生态内底过来像讲即个绿色魔法学校是一个生态建筑，伊强调讲毋免吹冷气就做冷的就真凉啦是较环保的。一个建筑物这听讲 Discovery 嘛有甲报道过这咱嘛去参观伊内底嘛有迄个迄个一寡画作一寡比如讲迄长毛象用一寡较早的画作迄种的博物馆，小型博物馆迄学生囡仔嘛拢真趣味过来趣味台语文咱嘛会就讲基本上咱嘛会教一寡即个基本的台语过来台湾史咱嘛会有即个小解过来布袋戏咱嘛邀请到专门的王艺明布袋戏团的团长因来小解即个布袋戏过来比如音乐的部分咱会邀请即个陈英兴伊是法国留法国转来伊拢做即个音乐的创作真好，伊的音乐佮结合着台湾佮有世界的开口所以嘛真好过来咱除了台语文是咱的应对的主流之外呢咱嘛有穿插即个客语甲即摆较新兴较夯的即个新住民的即个越南话互即个囡仔呢学一个了解一下即个较少数的即个民族的伊的语言的歌曲另外咱嘛佫有一寡台湾文化的一寡活动佮趣味 ABC 互囡仔成人捌简单的即个台语罗马字这是囡仔的即个部分毋知各位针对咱即个应对敢有啥物问题？若有问题，咱利用即个机会，大家来小交流一下
啊，即个咱即届的主题是正经母语的台湾学教育啊，为什么要有台湾学呢？咱接出来嘛小讲者就讲是安怎要有台湾学的即个教育咱举几个实际的例啦第一个例咱先请教各位即字安怎读？即个汉字台语安怎读？袂歹咱金泉老师即班的学员，逐个拢足够的即个叫做校啦伫台语内底校啦当然华语佫无共个读法啦校是啥？有人知影校是啥无？袂歹咱即班佫印会出来你若话较少年的较少年若佫对台湾无了解真侪都拢印袂出来，校毋知啥物咱有一句俗语甲这校有关系，有人知影无？好校大家赛老即句是啥物意思？好校大家赛老啥物意思？好来，咱迄有气的上有气的来讲看嘛来，好来。好校大家赛老就是一件代志做袂好。就是讲真普通简单的代志但是你著技术若无好或者是讲无认真去做嘛，会甲做甲歹去咱是毋是甲这有气的咱甲破声鼓励一下这是咱台湾的5望呢因两位兄弟今年嘛是佫有来参加咱的迄个比赛，嘛是得到前几名的成绩，嘛是真好迄个这校无毋对伊生做啥物形呢咱遮有边仔有画2只白白迄啦看起来敢若金但是佫有拖一个尾长长迄啦即个校呢其实较早是足普遍的即摆现在是校是保育类动物袂使食但是较早是有人会食台湾人是会食过去咱拢想校这个足粗小的都结果就看像个野生的金种饲安尼尔嘛有人会家掠来食咧一只卖其实嘛无偌贵啦但是呢最近的科学发现有人知影嘛？校的花是啥物色的？对请问迄校的花会当创啥？袂歹对即个校呢伊的花是蓝色的伊的花呢伊有特殊的成分会当做检验剂就讲医学上你要检验讲即个物件有迄个细菌污染过无有啥物问题无？用校的花会当来检验若是即个检验的物件呢，若迄种污染过有细菌感染着呢伊的花变色就是伊会当作为一个真重要一个检验剂啦所以呢即个校呢就安怎变成国宝变成是足重要的伊的价值就讲以前看起来足粗小也无啥但是尾呢发现着有即个功能呢伊的性格的变几若倍呢变几百倍几千倍变做是一个足珍贵的物件所以为啥后来嘛得做即个保育类的动物包括譬如讲像美国的日本因遮科学家呢因要做即个就种验花要检验的即个成分的时阵呢因即个校掠来抽花呢毋是讲甲杀好死呢是甲抽花抽来甲放会转来佫互伊继续生炭了再佫掠转来抽花等于是因为伊的重要性所以大家讲袂使当做像以前安尼凊彩掠来刣食食来到尾就食了伊安尼所以即个校呢咱过去讲足粗小结果呢其实是足珍贵的即个互咱有啥物启示互咱啥物启发甲咱台湾甲咱台语嘛共款啦台湾的语言也好台湾的文化也好过去呢伫迄个条仔子因所属的迄个党的眼中呢拢台湾甲咱制作讲你足粗俗的足低落的足无重要的敢真正是安尼？毋是呢迄有一工变过来咱身价是足安尼呢咱是国宝呢毋啦国宝是世界的宝呢对无校这只是一个举例尔佫真济所以就讲过去主要是因为咱无台湾学教育无台湾学教育咱就看向家己嘛较夹着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语言中国文学
譬如讲到中国文学，就讲啥物啦，足侪中国的文学作家，咱拢念会出来。若讲到台湾文学作家咧，除非你有，譬如讲有来上过咱遮个课，若无一般人讲会出来无？100个内底99个拢讲袂出来啊，大多数拢讲袂出来啊。为啥会安尼？讲袂出来，就会造成啥物效果？就讲咱台湾也无文学啊，咱台湾也无教人啊，逐项拢感觉讲台湾无好，中国较教，就是安尼啦。所以包括你看因过去呢，伊即个国立编译馆的时代，其实到即摆嘛共款，伊即摆利用审查的方式来逼你嘛。你若无遮我意，我就审查袂互你过嘛。所以譬如讲像今仔出版社，因正经的台语教材就叫台语读本啊。后来因就调工讲你若毋改名后摆审查就无互你过，所以后来几当时因就开始改名叫闽南语啊。因就拢用即种的步数啊。伊说伊这是安怎？调工你教材你着爱安怎？编就莫讲台湾的，人讲中国的，所以譬如讲伫语文的部分，像文学的部分，伊就拢较记遐中国的作家。若台湾的呢，就拢敢若经几个意思，而且拢是经遐讲歹听拢买版啦，买版啦，就是遐个教因较好的，管的较好的，较听的，甲你介绍咧你的教材，学生仔读的都拢捌啦。捌就会买因的作品啊，譬如讲册店后摆因的册就会买啊。咱遮台语文的，也是讲客语文，遮主张用母语来书写的，因就无要甲列落啊。无列落，一般学生就毋捌的呀，对无？毋捌哩，你的册去册店摆到人买，就无人来买啊。所以这是连带的这是连贯的所以变成咱就无销路嘛。若愈无销路，就安怎？会坚持的人就愈来愈少啊。大多数讲。我结果出1本2本，若讲要继续佫出落，拢用家己钱出来印册，真困难的所以这其实人迄拢有计谋的，拢有规套的计谋要咱抹杀台湾的本土的语言也好，文化也好，迄拢是有计谋的所以咱爱要求爱有台湾话的教育佫来即个校咱罗马是安尼写校第7声佫来咱佫要举一个具体的就是甲即个课纲的即个争议有关系即个课纲呢，咱即摆即1-2档一直讲的，主要拢是针对历史啦其实呢，人已经偷渡啊啦，人马英九一开就已经偷渡，甲国文科就已经偷渡过啊啦就是国文科迄当时嘛有抗争，即抗争的即个幅度力度较无像即届历史会较大尔。也就是因马英九一起来时阵呢，因就甲迄个高中文言文的比例更较提升为原底杜正成的时代才45%，伊佫提升到差不多65%啦，佫增加而且佫要求爱必修啥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啦，4个学分，爱分4个学期然后咱若咧讲要求本土的语文、本土的课程，伊讲无。排袂落这课纲排袂落结果你看，因若要用因的中国文化，要加强遐四书五经读遐拢用读中文的，一下就落而且拢无照原来听书，拢硬拗落啦，拢硬拗的一下就甲你抄了，你看4个学分呢，因就随用落。若台语文呢，咱要求讲国中、高中嘛爱，伊讲迄增加学生的负担，奇怪呢，读四书五经读遐中国文化的。古早遐文言文拢袂增加负担，读台语文就增加负担，这是啥歪理咱再来看最近像讲最近伫讲的即个课纲的争议到底是安怎呢？咱我重点讲者就好，因为时间有限国民党因拢做个耍即个文字游戏啦，伊调讲讲这是课纲微调啦，我毋知影咱在座的各位朋友有人去甲详细甲了解者伊讲微调到底是调偌济？一半以上呢。你若去甲看，有人整理就讲伊迄个条文甲看，它一半以上呢。咱一般微调是啥？是讲就可能修改几啊所在尔就譬如讲咱厝就旧可能清洗一下，微调一下讲砖角落几地就补的洗洗就好啊。伊毋是呢。
伊就敢若袂说咱这吼大人吼卡一半起来，一半拢卡起来，顶起安尼讲这微调啦，足拗慢的呢。咱即摆举具体的例啦吼，这是即个因进前公布吼，2014吼，去年2月正式公布，迄当时公布是为下学期啦，今年的9月份开始吼，要实施就对啊吼。主要伊遮是有迄个国文、地理、历史、公民甲社会吼。当然争议上大就是历史的部分吼。这有啥物差别啦吼？当然这咱进前一寡媒体嘛有做一寡整理出来吼。简单讲啦，每一间媒体伊的即个立场无共吼，所以重视的嘛是无啥共啊。伊报道的角度嘛是无共啦吼。比如讲自由，伊就较徛台湾的立场吼，所以就报了较详细吼。嘛较客观啊，就讲针对你，确实你就要求人改对，甲台湾的摕掉，换中国的迄有啥物货，伊就拢甲伊列出来吼。你若中国时报呢，伊就敢若强调讲，我这新的课纲呢，我敢若甲迄寡较日本气的，甲摕掉，我就要去日本化尔，毋是要去台湾化，伊即摆就调讲甲台湾的当做，甲你抹黑讲，你迄就是日本气，意思讲咱是日本的皇民的意思啦，就亲像因即摆甲你抹黑蔡英文，因老爸讲吼，迄就是等于是皇民，替汉奸因就是安尼啦，就讲硬凹这物件，伊拢经伊要卖尔，无全面的来讲，这是咱目前媒体台湾媒体足重要、足严重的一个问题啦。吼，这咱伫7月迄个世界台语文化营，咱的媒体的部分嘛，有真侪媒体人会搁较详细深入来分析这个问题吼。联合报嘛共款啦吼，伊是甲浓缩甲足简单的你根本看袂出到底有啥物差别啊？意思就讲无啦，无啥物迄是微调尔，伊就凊彩来大过啦吼。澎科日本嘛是啦，伊拢无几字吼，但安尼小讲者尔。但是呢，伊敢真正是微调？毋是呢，像这是咱讲的吼，人甲整理吼，一半以上啦，一半以上拢无共吼。咱即来举几例啦吼，有啥物无共就好啊吼。简单讲啦吼，伊就是爱删除一寡较台湾主体性的历史的事实啦，要甲叫咱来删除，袂使讲啦。过来伊增加一寡吼，过去台湾甲中国有往来，但是迄往来迄其实毋是主要的，迄是基础的尔。而且伊叫咱爱增加遐，而且爱去扭曲迄个黑白解说，用中国角度来解说吼。咱来举一个例啦吼，我举过来个例吼，咱举几啊例吼。譬如讲呢，伊讲吼，在加强宣传是光复台湾呐，毋是接收台湾呐，还是光复在强调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颠倒呢对着遐个什么旧金山合约啦，还是讲蒋介石是凭为虾米来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打，遐拢莫讲，拢敢讲遐对因有利的开罗宣言尔即个。但是咱知吼，这开罗宣言，这是宣言就是啥？这就敢若袂输讲咱伫这，迄个是一个新闻的公布吼，就是新闻记者会一个新闻稿我希望安怎尔？迄敢有法律上的地位无呢？迄是一个宣言尔，但是咱正式然后效果，迄着爱安怎？比如讲像旧金山合约，伊迄正式的合约像这呢，等到伊讲。你若讲开罗宣言，就安莫讲旧金山合约类似即种的但是咱知影呢，咱来看，譬如讲像1945年，为虾米蒋介石因会当来台湾，会当派人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导航？各位咱来看这过去台北公会堂的即个相片内底后壁才有4面旗啦这是4个无共个国家的旗为啥会采4个旗你若讲这是台湾就回归祖国。那照因讲的讲到光复台湾、回归祖国他会阁插遐一个国旗。其实毋是，迄毋是回归祖国迄是联合国迄联军迄是联军来接受日军的投降但是伊是派蒋介石代表联军做主要的受害，因为伊足侪战区嘛。你麦克阿瑟就是联军的统帅，伊敢有可能一个人去
所有的战区，因为伊包括接收，包括日本嘛有呢，日本、越南，也是讲东南韩国迄嘛拢是联军去接收的啊。啊，伊接收了，伊爱分配嘛，对无？爱一站一站分配，无即区就由你遮来，迄区就啥物人，过来，譬如讲像这接收。嘛毋是真正蒋介石家己来，伊嘛是个派讲派啥物人，你迄队代表伊接收，是安尼层层负责落去的呢。原因是安尼啊，所以其实伊蒋介石因会当来台湾，是根据麦克阿瑟伊的1945年第一号的命令迄个第一号命令呢，原文是啥？这足重要的，结果伊不准咱讲啦，伊无爱互咱讲啦。干那要叫咱讲就开罗宣言，这个原文是安怎重要？因为机关就藏伫遮，伊原文是啥？伊就讲吼，这日本的这个军官啦，无论陆海空的这个军官呢，只要你是伫中国但是中国伊无包含Manchuria就是东北迄三省无算因为迄三省伊按算互苏联去接收啦所以伫中国内底东北无算。过来 Formosa 就是咱台湾，过来 French Indochina 就是法属印度支就是越南啦，因为迄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啦，所以你来看，伊 China 过来伊就 come 一个逗号过来 Formosa and French Indochina， 请问在座捌英语的人足侪啦，这表示啥？三个是平等的呀，那个 China。Formosa and French Indochina， 咱台湾算是中国的，伊就直接就 China 就好啊，他就搁直接 Formosa， 迄是无共的呢。伊叫蒋介石负责中国遐，但是东北无算，过来台湾嘛去越南北平北纬16度以上迄部分由蒋介石派军队去接收是安尼。所以毋则即个因根据这来台湾搁去越南嘛。这个文呢，这咱进前敢若嘛有讲过蒋介石家己嘛发布命令，伊根据麦克阿瑟的这个第一套命令了呢，伊才搁发布命令你也看伊才家己写中国政区最高统帅命令这伫中华民国34年9月9号因为麦克阿瑟是9月初2发布的，过一礼拜了，伊9月初9搁发布，伊嘛号第一号命令。蒋介石发的，伊内底家己嘛讲根据日本帝国政府对着中国政区内底中华民国过来台湾搁有越南，你看伊嘛甲中华民国、甲台湾、甲越南分开写呢，伊家己嘛毋敢甲台湾放伫中华民国内底所以伫迄个情形之下，其实台湾无伫中华民国内底啦，结果。咱的历史教科书讲袂使讲遮拢袂使讲，干来咱讲开罗宣言，课讲就是安尼课讲就是安尼咱这进前我记得咱顶一届讲着越南嘛讲着像这是这个咱台湾这边蒋介石啦派代表去越南接收包括因的军队去越南的情形，尾当然因遐伫遐做一寡歹代志啦，造成当地真大反弹尾呢，胡志明联合法国的力量，甲因赶走去这个咱顶届就讲，所以就无要阁详细讲。像这越南的部分呢，因的历史教科书有写无？绝对爱写的因的历史教科书，伫高中历史教科书内底第12册，就是因的高三教科书，拢有写。蒋介石派军队，派20万的军队去占领越南。伫遐干涉着越南内政，过来共抢粮食，害死200万的这越南人。人这历史教科书拢有写但是咱台湾历史教科书会写无？敢写无？会当互咱写无？拢无所以呢，这是咱即摆课讲的问题其实这部分毋啦，旧的课讲无写啦，但咱即摆拢想讲伊即摆新的是恶一个，敢若旧的就好诶。各位甲恁讲，旧的嘛毋食物啦，就是讲旧的遐差不多30分啦，即摆新的剩10分尔啦，若甲拍分数啦，因为伊旧的这其实嘛已经人改过啊
进前杜正成迄个时代是较好，超过60分啦。後來慢叫起來，伊一定有改過啊。伊就豆改，到即個是佫較凶，直接互變紅色的克工，就是直接甲中國差不多行歪去安尼啦。所以是30分，即擺佫變剩差10分安尼爾。簡單講是安尼。所以原則即擺伫實施的真濟話關係，因為講咱無要用新的，咱用舊的。來講，含舊的嘛毋通用啦。咱毋通講是講舊的就是好，毋是安尼，舊的敢30分爾啦。舊的甲新來比當然是較好加20分，但是伊嘛是無入價的啦。咱愛有這個觀念，咱毋通用騙的，毋通想講舊的就是好的，毋是安尼。所以呢，像這你看，咱華南真做一個正常的國家，因國家遮重要，影響到因的歷史的命，因的命運呢。當然嘛愛講啊，結果咱的歷史教科書攏無咧講啊。這就是嚴重的部分。這就是因即擺要求咱因要改即個中國課綱。過來咱過來舉一個例啦伊個另外一個伊講呢，愛說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對台灣的影響。你看因這足可愛呢，因這中國黨、因中國時報因講這咱的課綱這是要去日本化、去日本化而已啦。因即擺攏用去日本做偽裝啦，做掩飾啦講來說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對台灣文化影響，講這叫若無安尼做，就是日本化，就是日本方面的情形了對啊。愛這就是要安怎？伊的意思是講五四運動是當時1919年嘛，意思是講因1919年因有迄個白話文運動嘛，提倡中國白話文運動，還有新文化運動嘛。伊講這對台灣足大影響，台灣攏是受到影響啟蒙的。我見鬼咧！迄當時台灣人捌中國的幾個有，但是足少的啦，少數的少啦。比如講台灣文學界咧，較講嘛講張五軍迄個人爾，張五軍就迄當時去中國北京留學的人，愛轉來，伊就講咱台灣文學得安怎愛白話嘛安怎？那張五軍迄人確實是受中國五四運動影響無毋對，過台灣文學界內底像張五軍的迄可能佔1%爾啦。100個內底佔1%爾啦，結果伊要甲倒變過來，迄1%變做是99%啦，迄99%變做剩1%啦，甚至變做0啦。伊要講台灣文攏是受到張五軍的影響，才開始有台灣的白話文。各位，咱佇頂一屆的演講時，咱嘛講過啊，台灣的上早報紙當時就發行啊，有個會記住無？台灣府城教育部1885年呢，咱就用台語白話咧辦報紙呢。1885年，請問中華民國敢出世啊？中華民國佇對也毋知呢，孫文毋知出世未啦孫文我袂記得伊個生日來當嘅188做出世，毋知佫有咧包藥紙啊無意思是講1885年，因抑佫晚清統治的時陣，咱就用白話咧辦報紙、寫文學作品、咧出冊啊呢。結果伊講是因家己較慢的，因1919年差30幾檔，伊慢咱30幾檔呢。換一個角度來講，因是受咱的影響的呢。結果伊即擺要甲伊拗過來啦，人講番茶夾入灶，硬要甲伊拗過來講台灣人受中國影響的。講愛安尼講，若無咱就是日本方面。你看酷刑啊無？看硬要甲拗白無要甲捏甲烏呢？看足合的無了像這咱之前就講過啊咱的聖經啊，還有報紙1885年就有啊，全部攏用白話字包括迄個印刷機這印刷機即嘛，還佫有佇個嘛，佫會用得那也無機會看過這台印刷機的，咱佇世界台語文化營咱嘛會去參觀啦，咱嘛有其中一個會當去參觀這台印刷機像這咱台灣百外當前第一台印刷機足重要的呢，伊發揮的影響咱足重要。結果咱的教科書攏無咧提起，愛講叫咱不准提起，干咱提起講咱受到五四運動影響。各位你也想，若今仔教科書真正安尼寫落了，無怪咱的囡仔一定安講，
爸爸妈妈啊，咱也无交人啊啦，对啊，咱拢是受到中国的启蒙呢，拢受到咧启发呢，因拢老师级的呢，拢大师级来甲咱教化呢，啊，咱敢若是奴才乞食安尼来甲咱教化呢，对，囡仔细汉就产生即种的错误的印象啊，啊，敢真正咱无交人？交人一大堆的，太无交人。哦，我拄则讲的，迄个我个补充，譬如讲因中国讲五四运动，那国民党拢一定会提胡适啊、欧式啊，对无？啊，那共产党一定会提啥？鲁迅啊、鲁迅啊，对无？啊，因讲鲁迅好啦，鲁迅伊讲第一份的即个白话小说是啥？有人知无？《狂人日记》啦，哦。你若看因中国近代白文的迄个，伊若讲到中国第一份的迄个白话小说，拢会，若共产党一定拢会讲的迄个鲁迅的《狂人日记》。啊，《狂人日记》当时写1918年呢，1918年呢，1918，因那是后知后觉呢。啊，咱台湾是先知先觉呢。结果伊讲吼，你来凹做，咱拢是受到五四运动、鲁迅啊，还是讲胡适的影响，才开始白文。我看伊几啊，咱1885年的。办报纸创作，我等咱前间嘛讲到，譬如讲即个报纸内底1886年，咱就一篇即个白话小说，日本的怪书，各位有记无？日本的怪书伊即嘛是用白话伫来讲一个语言的的故事啦咱1886年就白话小说来。啊，鲁迅的后知后觉，万30几档的，因中国人佫有迄个民工因来甲咱启发的，中国人是那是恶真的。你看有合嘛无合？啊，这因硬要拗落呢，课纲硬要拗。啊，伊即个课纲就人台北法院啊宣判讲你这违法就是这听书有问题嘛结果你看，咱就讲迄照讲这法院的九成拢国民党开的安尼下面家己开的法院就判你违法，结果教部嘛硬讲，我就是要实施，毋是拗办无是啥？这毋是拗来，无是啥？佫真济啦这咱之前有讲，咱着小影者像讲即个十项关键，即种规本册1925年规本册台语的论述像这小说台语规本小说足济啊！1920年代咱台湾的文学、台湾的新文化的即论述的物件就足济啊啦。结果伊讲咱拢是受中国五四运动影响。真实在是黑白来啦咱顶面讲的即个讲台湾学教育即个部分就讲为啥咱台湾学的教育佫来现初时的课纲是安怎扭曲扭曲着咱即摆教育安怎去台湾化佫有一个概念佫来咱就要来讲即个语言习得的部分啦针对拄则讲的顶半段讲的即个语言，即个台湾学教育即部，毋知在座有人有啥问题无？若有啥问题，咱随时提出来咱尽量莫讲，干那我一个人伫顶头一直讲讲啊喙角全破我较无爱安尼，尽量随时有问题，意见共款无共拢无要紧咱这是民主社会有无共看法，嘛咱提出来讲好，若无咱就继续过来，咱来讲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啥物是语言习得？咱过去拢听到拢是语言学习language learning是安怎来讲语言习得？语言习得这是较语言学顶头较专业的一个用词啦咱即摆先想看觅，咱细汉是安怎学语言的？有人佫会记住无？你佫会记住你细汉是安怎学的无？你的台语、华语、英语是安怎学的？佫有人会记住无？有人要讲看卖无？大人讲安尼对咧听对咧讲安尼尔嘛佫有无？通常啦譬如讲，若台语若是你的母语通常咱拢袂记这是安怎学的就是正港的母语，通常咱拢毋知影，就是着自然就会晓若是英语我相信在座大多数英语拢毋是你的母语啦所以英语安怎学，大多数拢还佫会记住若还佫会记住你是安怎学的，迄就毋是你的母语通常迄就毋是你的母语，迄拢是较后来较迄一般咱叫做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第
第一语言吼 ，first language 通常就是咱一出世，父母就甲咱讲，啊，咱自然就会晓啊。吼，嘛无特别讲着教啥，讲教语法、教数理，无啦。就是咱为平时日常生活内底，甲伊开讲、甲伊对话，自然语言学起来迄种吼，迄一般叫第一语言吼。啊，伫正常诶国家、正常诶社会内底呢，通常第一语言嘛是咱诶母语啦，吼，咱妈老汤吼，就是咱诶父母话吼。啊，但是呢，当然有一寡情形之下吼，咱诶第一语言。无一定是咱的母语啦，哦，是啥物情形？像讲吼，那移民的社会，或者是红殖民的社会，被殖民啊。咱先讲移民的好啊哈，比如讲移民的社会呢，你的第一语言就无一定是你的母语啊，就是讲，那伫正常情形之下呢，第一语言就是你一出世出来，谁会晓迄个语言，咱就是叫第一语言哈。第一语言通常就是你的母语啦，啊，嘛是你爸爸妈妈讲的，嘛是你阿公阿嬷讲的，啊，当然这是一般正常状态之下单纯的情形之下，啊，但是呢，若是伫移民或者是通婚的时，就无共啊。咱先讲移民，譬如讲，咱有真侪台湾的同乡，伊可能移民去美国，啊，因囡仔伫遐出世，咱就发现有无共的情形啊。啊，有的同乡伊的囡仔第二代呢，伫美国大汉的第二，有的台语也搁做我讲，哦，啊，有的就无一定啊，吼，有的就变英语较好讲啊，吼，啊，有的是台语、英语、双语拢做我讲，啊，就看情形啦，吼。啊，这当然就是看因厝内有坚持搁甲教台语，若有坚持教，变成通常伊拢会变双语，啊，譬如讲像咱即个立委啊，萧美琴的，哦，伊就德语的，哦，伊英语、台语拢讲啊做老的。啊，因为厝里有坚持，所以就台语、英语拢做够吼。啊，话咱也无坚持，当然剩英语尔吼。啊，即个你若像移民家庭的时阵呢，只要讲你父母若总是讲台语的啦吼，只要讲你第一语言是应该是以台语吼，会照安尼传承落去。但是因为咱移民的关系，你去到美国，伫遐时咱台语就变少数啊，咱少数民族啊。爱出去大多数的环境拢英语啊，所以有可能变成伊的囡仔是英语的环境较济，所以变成英语的讲比台语较老啊。啊，这个时阵就变成，伊的第一语言甲伊的母语呢，就无完全共款啦。啊，这个时阵就变成有的人怀疑讲，啊，我到底我的母语是要算对一种的语言，是要算爸爸妈妈迄种的语言呢，还是要算真正上老的迄种的语言呢？哦，比如讲伊若英语较老。伊就变成伊母语是要算是英语呢，还是要算是台语，就变会有即种的无共的情形啦哈。啊，即种通常拢是着移民啦，或者是讲红殖民啦、被殖民吼，红殖民嘛有可能啊。比如讲日本时代啊，日本人来，伊嘛叫咱来学日本话呢。啊，所以过一两代了呢，有个新的少年辈，伊日语可能讲比台语较好啊。啊，甲咱即摆嘛共款啊。那1945年中华民国来台湾了呢。中华民国教育体制嘛，逼咱着爱学华语啦，所以即摆愈来愈侪少年呢，若无坚持的时阵，大多数拢啥嘛，华语讲比台语较老的啊。啊，这是你的母语是要算啥啊？所以变成伊的母语真正是像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伫讲的语言去啊。啊，所以这当是一寡较特殊的情形啦吼。若无照讲第一语言是会甲咱的父母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讲的语言，一般我就甲号做这个族群的母语啦，哈，族群母语会较清楚哈。族群的母语甲个人的母语，照讲是合做伙，但是有可能移民或者是讲受到外来统治呢，变成你族群的母语甲个人的第一个母语啊，第一个语言会分开啊，有这种的情形啊。好啊，一般呢，咱咧讲语言习得哈，通常呢，针对第一语言甲第二语言，伊是无共的听数哈。第一语言就是咱一细汉一出世，大大样会晓迄个语言啊。啊，迄个语言到底是安怎学起，安怎扣着，安怎即个就是习得起来呢？哦，安怎甲扣起来呢？伊甲咱大汉了才可以学其他语言，伊的听数是无啥共的。所以咱会阁叫第二语言哈 ，second language。第二语言就是
你已经学会晓讲一种语言，以后搁学会遐语言，咱拢统称啦吼，统称做第二语言吼 ，second language。第二语言当然嘛有可能记第三、第四、第五啦吼，拢是统称就是第二语言。意思就是讲，你差不多到一定的年岁，啊，你已经掌握好一种语言了，才可以学另外一种语言的。即种的学习的听数，甲咱第一语言是无啥共的啊。啊，这是所以第一语言甲第二语言吼，这基本的概念吼，咱就先分啊清楚吼。啊，这部分敢有啥物问题啊？第一语言甲第二语言吼，这应该简单吼，无啥物问题吼。过来 interlanguage 吼，语言中介语啦吼 ，interlanguage 中介语吼，中介语吼。啊，中介语是啥呢？中介语通常是指吼，咱会晓一种语言了，搁要学第二语啦吼。譬如讲，咱会晓台语了，咱搁要学英语啦吼。英语是咱在的，我想大多数拢是咱的第二语言吼。啊，咱搁要学英语的时阵呢，啊，伫咱咧学英语的过程当中，要学好势进前，咱讲的英语呢，毋是亲像美国人讲的安尼啊，因为咱伫学当中可能加减伫文法啦、伫语音啦、伫思虑顶头会有一寡错误，也是讲有一寡甲一般美国人讲的英语会较无共的所在。啊，迄种的过程呢，咱叫做 interlanguage 吼，就是中介语、中介语哈。就是过渡期的时阵呢，你还伫学习当中的时阵，的迄个语言啊，这是中介语的概念吼。再来 critical age 吼，就是迄个关键年纪吼，这嘛是一般话人会咧讨论啦吼。学囡仔到底是愈少年学愈好，还是较大人学较好？啊，有人讲，囡仔爱愈少年学愈好，啊，有讲啊，毋免遐早学，啊，到底是安怎较好？有人有啥物看法无？啊，尤其咱的教育部吼，拢有当时拢相定标准啊，譬如讲着台语的，吼，就叫咱毋免遐早学吼。啊，讲着台语就莫慢慢搁愈毋免遐早学。啊，譬如讲伊就规定吼，台语就莫爱3年以后较学。啊，但是若讲着华语的宝宝么，1年仔就学啊咧，1年仔拄来就开始学宝宝啊咧。啊是安怎来台语着3年以后较学，啊上好拢莫学，这是教育部态度。伊的意思讲，恁上好莫教啦，上好拢莫教上好啦，恁着弃械投降吼，放弃恁的母语，伊上欢喜啊。所以就发现讲，有一寡人吼，就讲到底即个语言呢，到底是较早学较好，还是较歹？啊，这咱等下就来讲吼。啊，另外对照分析吼，这嘛是一般咱讲语言习得的时阵，定会讲的吼。啊，对照分析就是讲，譬如讲台语甲华语之间的对照的分析吼。啊，这分析呢，有可能包括思虑啦、语音啦、语法的对比的分析吼。啊，做这对比分析有啥物重要呢？吼，当然这是较研究性的啊，若有要做研究的，尤其若是要做语言教学，特别是你若是要针对即个外国人啊，还是讲第二语言的即种的教学的人呢，特别爱知影迄个对比分析吼，因为知影迄个对比分析，譬如讲台湾人学英语，甲日本人学英语，伊会犯的错误会共款，有无共款？无啥共啊。譬如讲，为啥咱听台湾人讲英语，甲听日本人讲，咱大多数分得出来。日本人有日本腔啊，台湾人台湾腔啊，越南人讲英语嘛有越南腔啊，就是这就是啥？因为越南话甲英语之间的关系，过来台语甲英语之间的关系，过来日本话甲英语之间的关系，迄拢有无共的迄个关系所以就是讲，比如讲譬如讲像我以前去学越南话啦我差不多20当前就去越南去学，要读研究生的时候去学越南话利用hiệu率去迄当时阮班上嘛有日本人，嘛有韩国人，嘛有美国人。伊像个美国人已经话学足久啊咧。我是拄去啦我完全袂晓去学头伊拢讲比我较好啊。毋过经过两个月了，我拢讲比因较好。因为为虾米呢？因为台语甲越南语的关系加较近真侪所在较共英语甲越南语差较远所以美国人迄个我去美国当啊，虽然伊学几若冬毋过需要学2个月
因为英语差较远啊。当然，因为我读语言学的，迄嘛有影响啦，嘛有差别啦。总是就是讲，美国人伊若要学越南话，甲台湾人要学越南话吼，一般来讲，台湾人学会较紧，因为呢，咱有一寡语序哦，差不多越南话内底还有，当然无共学者有无共的迄个研究，差不多估计还有6成至七八成吼，迄个词类是共同的啦吼。譬如讲，咱讲安全，越南叫安全，啊，迄个，比如讲共产党，因拄好倒变讲党共产，共产就共产啊，吼。所以话有一寡共款，啊当然嘛无共的吼，咱毋通想讲着完全拢共，话有共，话无共啊吼。但总是呢比较起来，咱咧学会较简单啦。所以你看咱真侪为越南过来遮新移民吼，真紧呢，伊都对人啊溜的溜一两档了，基本的台语就拢会晓咧。尤其伊若是佫有看着咱即个白话字，伊若看越南人咧读，逐个拢会晓读，因为咱咧台语的罗马字概念就发是。相似度，人讲相似度95%啦，95%相似度啦，伊都毋免你毋免特别甲教，伊摕来就念互你听啊，迄音就9成准啊，真正这无改变诶。我这是有理论佮实务的经验，因为我即摆我有教越南人学台语吼，啊嘛有真侪越南来阮遐读硕士、读博士的吼，即嘛指导真侪个吼，啊所以因咧足紧诶，因看罗马足紧诶。包括像讲，我有一个学生越南人过来遮10几冬啊，尾仔伊来成大读硕士佮毕业，即摆去读博士，一个叫清水的吼。伊的罗马是全班第1名的啦。伊讲吼，全着对伊来讲吼，敢若食鸡卵糕共款啦，倒顶年柑啦。但是你要叫伊写汉字好，伊头壳疼，头壳懵诶烧。所以话有当时咱讲汉字较简单啊，罗马较难啊。毋是安尼，迄是因为咱过去学汉语学几十冬啊，你已经袂记你痛苦啊，会知无？但是咱若是徛伫科学角度，咱若为迄个5岁囡仔、6岁囡仔拄要开始学字，无咱分2组来比较，一组学汉字，一组学罗马字，看倒一组较紧，罗马字会赢啦。因为我博士论文是做这个实验的，我著找台湾的学生佮越南的学生，拢总800几个人咧做实验的。证明特别是写的部分，罗马也较简单啦。越南学生哦，伊小学读一冬了，伊的罗马字拼字的正确率就甲大学生是共款的啊。但是咱台湾学生呢，你若写汉字吼，汉字的听写吼，伊的听写的正确率吼，要达到像大学生安尼吼，爱读到当时读到高中，读到高中，而且爱像迄个第1志愿的迄种高中吼。伊程度较像大学生啊，也就是讲伊开较久的时间，伊的即个读写的能力，才好多像大学生。咱来用大学生做一个比较的标准来个看吼。所以罗马字基本上是较简单，原因是这样吼。好，咱再过翻头来讲吼。好，咱即摆要讲即个进入一个重点吼，就语言习得内底呢。咱要讲到底即个语言是较早学较好，还是较慢？学较好吼，当然这真重要语言是近代语言习得吼，伊个真重要观念的突破吼，是一个美国的语言学家 Noam Chomsky 吼，伊的博士论文提出来吼，伊有些转换生态的句法，即个概念提出来了呢，对着即个语言习得、语言教学有重大的突破。过去咱拢想讲吼，语言学习就是都。爸爸妈妈讲一句，就学一句，就甲 copy， 要用伊甲试。各位，你想迄敢有道理？有合理啊无？咱讲就听到一句copy 一句，要用再甲试play 出来安尼。各位，你也想看觅？你也想讲，你用一台录音机啦，你听一句录一句，听一句录一句，要用的时候才只放大啦，只放你若古早迄种。卡一下对，再放来放去，再试 play， 再讲安尼敢会复试？但是咱人一生内底讲过话，无一定逐句你拢听过啊。但是你家己通创造出来，为虾米那样呢？所以咱过去传统语言学习拢是讲模仿说啦，无就 copy 啦，就是讲你著模仿啊、复制啊，拢是即种传统的讲法。但是呢，Chomsky伊提出毋是安尼啦，伊提出。
真大革命性的讲法吼。咱即摆要来介绍转换生团句法的概念是啥？哦，要讲这之前，咱该先为较细吼，先小讲者吼，为基础小讲吼。咱为这书组的这种概念吼，词组的概念吼，啥物是书组呢吼？NP 是名词书组吼，书组就是讲有一个、两个、三个吼，几若个斗起来，规组的安尼吼。啊，当然名词书组就是用名词做组头吼，伊是主要的核心啦吼。咱来先看即个吼，像讲即个，来这是啥？先煞检验一下。嘿，鸡仔冰吼，嘿，永靖人讲鸡仔冰冷冷甜甜，吼，嘿，鸡仔冰吼，鸡仔冰，嘿，啊，这鸡仔冰吼，这是一个名词对无？咱若搁要讲吼，强调，我这是乌糖做的呢。咱安怎讲？咱讲乌糖鸡仔冰嘛，吼，咱敢讲鸡仔冰乌糖，伫台语内底袂安尼，毋过伫越南话内底会讲鸡仔冰乌糖。迄语法多倒变，伊个数倒变，这就是每一个语言都无共啊。啊，即个咱台语内底是乌糖鸡仔冰吼。啊，一般咱伫语言较顶头，倒手边是前面，正手边是后面的吼，头前后壁吼。所以咱会讲乌糖放伫鸡仔冰的头前吼，这是一个规范尔啦吼，这是定义吼。所以咱会讲乌糖放伫头前吼。啊，像这就是名词书组吼。啊，咱嘛来讲啊，冷叽叽的鸡仔冰，吼，咱嘛当放一个形容词，就是冷叽叽的鸡仔冰，吼。啊，所以像安尼呢，咱即个公式就当安尼写呢，咱嘛当穿这画图吼，画即个，像这呢，咱是用画图吼，画手仔的方式来表现。啊，咱嘛当用像即种数学的公式吼 ，NP 啊，一个箭头。啊 ANN 哦啊 A 吼用这半位形的轻甲轻起来，就是讲 option 咯，啊，就是选项啊，选项啊，会当有嘛会当无吼。A 就是名词，形容词吼，啊 N 是名词吼。伊也就是讲 NP 呢名词书组伊是安怎构成的？伊会当是形容词放伫头前，吼，或者是搁放名词伫头前，然后伊即个基本的书组的组头是伫遮，啊 N 是伊的基本的组头。啊，每一个书组拢有组头啦，吼，啊，组头是上界细书组的成员，就是名词书组一定要有一个名词做组头，伊一定要有，你袂使无。啊，但是你会当去加，比如讲你会当讲乌糖鸡仔冰，啊，用冷叽叽的乌糖鸡仔冰，对无？所以伊的顺序就是安怎？就即个公式啊 ，ANN 啊，对无？所以 NP 你若甲简化起来，就是 ANN 安尼啦，吼，简单讲吼，当然咱是先举例啦，吼，就讲伫台语内底是安尼。但是无共语言伊规则是无共吼，咱爱知影吼，无共语言内底伊规则是无共的吼。系。像咧你自己的伊啊，你甲伊啊，你自己教的。无共啊，迄伊的故事是无共，伊的语法的结构是无共的。比如讲鸡仔冰、冷叽叽，你的重点是讲鸡仔冰冷叽，所以鸡仔冰是 subject 是主词啊，哈，鸡仔冰冷叽叽哈。啊，你若是冷叽叽的鸡仔冰。这个时阵啊，冷叽叽是咧修饰的，伊是名，伊形容词嘛。啊，你修饰你装塔讲啊，这个鸡仔冰啊，这个鸡仔冰吼是冷叽叽的鸡仔冰，所以伊的重点是无共啊。啊，伊的重点是无共吼。好啊，这名啊，过来名词书组吼，咱拄才讲的吼，咱乌糖鸡仔冰吼，乌糖的放在头前吼。毋过咱台语内底其实是两种的。有两种的情形哦，另外一种情形吼，咱讲鸡啊对无？鸡啊，北京话讲母鸡还是公鸡？咱台语讲啥？鸡母鸡公哦，你若讲公鸡母鸡哦，咱来坚持咱若无坚持，人家咱用拖去啊呢？人家真系用公鸡，到时人家报新闻讲，今仔看到一只公鸡咧过路。一只母鸡咧过咯，吼，嘿，还是讲公狗，吼，安尼分道安尼，吼，真正你看，譬如咱讲风台对无？即摆足侪人讲台风来啊，台风来啊，嘿，所以像这故事，这就是安怎，因为咱过去无教育，过来无书写的惯势，就去用拖去啊，
所以语言要有文字的重要就是，你若无文字、无文献的话，你就用拖去啊，最容易用拖去吼。来，咱讲家公家母对无？即个时阵，母就毋是放伫头前啊。咱拄来讲乌糖鸡仔冰对无？形容词是放伫头前啊。即个时阵，伊的形容词就放伫后壁咧。当然咱有一寡情景啦，吼，就是讲，若是咧形容动物的公的还是母的性别的时阵呢，即个时阵，咱故事内底吼，即个母即个形容词是放伫后壁。这就甲越南话一模一样啊！就说甲越南话一模一样，所以咱有两种这为什么会安尼？为什么会安尼？有人要讲法吗？无？简单讲啦当然这还阁深入咧做修就是，会有即种现象其中有一个最有可能是啥？因为咱过去呢受到中国的汉语的影响的关系，咱阁无坚持家己的书写传统，就用扭去啊。就真正讲，咱皇太极，咱真若无坚持，无甲文字化，无定甲写的时阵后盖就拢念台风，台风久了就变成咱后代拢讲台风啊，伊就讲台风嘛是新的台语啊，安尼知吼？所以咱嘛是啊，家母这是较基层的、较底层的，底层就是讲较原始的台语啦，像即种。比如冷基基的三回迄种故事，会甲华语较共，迄是因为较新赞的，新赞因为语言接触去受到伊的影响所以即种可能性真有可能加赞的，因为咱来讲发现，比如越南话嘛是共款伊若愈加赞的甲华语愈无共若是较现代，就甲华语较共。咱台语嘛是安尼足明显的尤其你也看，有人讲你台语无才调写。愈无法度用汉字写出来，愈是台湾台语的特色啦。有理解无？有人讲为啥你台语写袂出来？迄愈是台湾的特色啦。对，汉字愈写袂出来，迄愈是台语的特色啦。简单讲是安尼。若汉字愈好写出来，迄愈毋是特色啦。迄种是较后来会较一致嘛。包括中文嘛共款你看。中文内底政治、社会、民主，这拢是啥？这拢日语来的呢。咱毋通想迄中国人发明，迄拢日本人发明的呢。迄是日本人明治维新了，伊用汉语去做遐个词。中国人讲，伊嘛感觉袂歹，嘛看有，所以哪甲捡来用呢？所以你会发现一寡词是其实是日本人先用汉语来做的词，中国来用，台湾来用。譬如讲像回虾，回虾，回虾咧日语内底为日语来的所以咱大陆一辈嘛个念回虾，写回虾所以迄种语言甲化种共款，伊有一定一定无共年代啦所以汉字愈写袂出来，台语愈水所以有的人拢一直来讲坚持用汉字，一直要用汉字咧写哇，愈无台湾是亏，真正。你若去甲发，去甲注意甲看因为我甲注意甲看，即摆市面上足侪真侪人出版的册还是讲写的这作品呢。那愈全汉字的，甲愈用罗马的愈侪迄特色真正是无共你咱去遮注意甲看这是为学理上来看好这是名词书桌过来那个动词书桌动词书桌就是用动词做主要的迄个组头比如讲食食物件食然后食鸡仔冰咱的伫台语内底呢，食鸡仔冰即红食去的即个物件，是爱放伫底，放伫后壁，放伫动词后壁伊的正手边是后壁但是无共语言是无共的譬如讲伫日语内底呢伊的动词顶多是爱放上后壁的，迄位置的无共无共语言是无共好，过来伊即个鸡仔冰，伊会当扩大啦，变做食鸡仔冰比如讲食乌糖鸡仔冰，食冷基基的乌糖鸡仔冰所以咱能扩大。所以 NP 呢VP 动词书组呢是由 V 甲 NP 安尼来斗起来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咱即摆若是去较复杂的，偷偷食鸡仔冰伊伫遐偷偷食，暗暗食蜜伫遐
米起来伫遐偷偷食鸡仔冰吼，偷偷食吼，这一个复数，佮加一个副词吼，复数出来吼。咱台语复数放伫底，放伫动词的头前。但是话语言伊放位置无共啊，这大家拢爱知影吼，无共语言会放。所以咱拄则讲着语言对照的分析，嘛是咧比较遮着。一台语内底，伊复数放伫底，啊，伫外人内底复数放伫底，啥物数啥物伊的位置关系是安那，拢无共，好。所以呢，咱就搁甲加起哩吼，这个公式就个 adv 就是复数吼 adverb 吼。所以动词词组呢，为遮咱就个修改做动词词组 VP 是由 adv 搁来 VNP 由安尼来构成的吼。搁来搁无共的吼，搁来一个 PP preposition 吼，牵钩仔词组，北京话叫做介词啦，介系词啦吼。介系词迄是华语啊。咱若无坚持，咱的主题是有个人讲，著概述就好啊。我著概无爱咧，我用概述，为啥要用概述？咱用牵钩毋是做迄个做斜拍的对无？你牵钩就是牵关系啊，所以牵钩仔词组啊，preposition 嘛吼。毋才有咱台语的迄个开口佮迄个主体性，嘛较袂有华语拖去啊。无后间咱吼规篇文章，尤其是愈学术性的，拢华语词。咱就无爱所以这叫牵钩仔词组牵钩仔词组，像讲伫倒位，伫教室伫灶骹像安尼呢，伫倒位的D P preposition 呢伫灶骹安尼位置是伫先搁来灶骹伫后壁灶骹嘛是共款咱放大嘛比如伫大间的灶骹细间的灶骹啥物，所以咱就用 NP 来写共款无共的语言伊位置是无共的所以 PP 呢，就当简单写做 P 甲 NP 构成搁来咱进一步就要讲句法手法的概念愈来咱就要进入这个核心咱今仔敢是讲要提早差不多甲几分钟50秒，还是提早几分钟？差不多10分钟。好 ，OK， 我抓一下时间好。咱句法手法譬如讲阿明食鸡仔冰咱有这句法手法有的人讲咱用这句法手法是要创啥句法手法是咧表示讲即句话内底啥物事甲啥物事的关系是安怎这语序的关系若改变了，伊的语义会有啥物款的改变这句法手法是咧做这个工课这个句法手法伊会当用画手的方式来表现，嘛会使用啥？像咱拄则讲的写公式的方式来表现这个公式写这个公式敢若数学公式 S 的 sentence S 是由 N 甲 VP S 是由 N 甲 VP 斗起这 S 是由 N 甲 VP 安尼斗起来这是句法手法当然当愈来愈复杂就甲拄则迄一直搁加会当一直安尼会当一直加变做，比如讲阿明偷偷食冷叽叽的鸡仔冰句法手法画起来，大概是安尼情形好，即摆来就进入重点好，来咱即句话，譬如讲阿明伫灶骹偷偷食冷叽叽的鸡仔冰，即句话要哪画？画句法手法，那用句法手法画起来是安尼啦当然这咱用时间以外，咱大概知就好小有一个概念就好你若是用公式写呢，就像安尼，咱这四角形内底安尼 ，S 就是 N 甲 VP，搁来 VP 就是 PP， 搁来 ADV、VNP 搁来 NP 是由 A， 搁来 NN 搁来 PP 是由 P 甲 NP， 就这个数学公式安尼斗起来，来，这就是重点咱讲遐济，讲到这是要创啥？这甲语言是有啥物关系？有人有想到无？有想到啥物关系无？敢有人有想到？有啥物启发无？到这有啥物想法无？请问，若是传统咱过去讲语言学习，就是你咧讲一句，我录一句，讲一句录一句，讲一句录一句。安尼你一世人讲过几千万句的话，拢爱听过敢安尼？好，安尼若即摆阿明伫灶骹食啥物呢？即摆换一个阿辉阿朱你毋来录5句、6句、7句，拢该录重复，袂足。毋是足占空间的呢，对无？咱是足占空间的，所以总是讲，毋是安尼啦。咱人是安怎学习的？
其实咱头壳内底是底即个公式尔啦，底遮即个公式啊，遮四纸四行尔，好，即四纸吼，底啊四纸会当生摊出几句话，有迄概念袂？啊，譬如讲吼，我阿明甲换一个阿朱啊，也是讲阿花啊，阿忠啊，换5个词，换5个人啊，你只换即个就好啊，你得当生5句出来啊，对无？好，啊，过来，伊讲伫灶骹，啊，咱这若甲换教室咧，啊，若甲换客厅咧，啊，若甲换公园咧，5下，哦，即个迄个场所若换5个场所，啊，人若换5个人，请问数学安尼算起来会当生摊几句啊？5乘5，25句啊，对无？你知吼？比如阿花伫灶骹，啊用阿花伫公园，阿花伫饭厅，阿花伫啥物货？啊，过来换阿明、阿忠，分别拢当5种啊，所以就525安尼，对无？就25句安尼。啊，过来食物件，即个食我若搁换做啉喝、述、效果吼，无共个意思的词落去。迄动词你若换无共的词，迄意思无共啊吼。我若换5种无共的动词，请问你会当几句啊？5乘5搁乘5，125安尼。你换15个语词尔，你得当变换出125句出来啊，对无？啊，过来，其他边我若搁换咧，换乌龟壳，对无？换肉粽，换碗粿，搁换肉圆，换5种的物件就好啊。会安尼，请问5乘5搁乘5搁乘5，5个四次方安尼几下啊？625安尼。你若讲啊，咱才换几个数尔？才换20个尔呢？20个迄个摆咧做遐个巧巧虎虎的灯牌安尼尔，就换625句出来呢？安尼有启发到啥物无？有想到啥无？所以总是讲吼，咱人的脑毋是遐简单，毋是遐戆的啦，毋是讲一句一句去欠啦。你也想，咱换20个语词，佮加上即个公式，啊要用啥？你著甲迄语词啊弹落弹落，换来换去就好啊。你当生摊625句出来啊，这较有效率，对无？或者是你若用录音机录625句，安尼有效率啊无？无效率啊，对无？啊，伊这当佮一直延伸呢，佮一直变换呢，所以是啥？N 次方案呢，对无？你会当，你只换10个，安尼若看几个，换等于是你只换少少的语数，就当生摊出足侪无共的即个语句出来安尼吼。所以呢，结论就是。总是讲吼，讲咱人天生就语言的公式伫头壳内啊。咱人呢一出世，你就遐遐语言的公式啊，啥物公式？就咱拄则讲的啊，即个腔内底即个公式啊，才几纸尔，无几纸的公式尔当然，咱这4纸是举例啦伊不止4纸，讲佫有，但是相对来讲是有限的底的一寡公式尔伊讲咱人天生就语言的公式伫头壳内底啊这足重要。啊，出世了，咱若互伊有语言的环境，伊就甲迄个语言的公式留落来。比如讲，你互伊有台语的环境，佮互伊日语的环境，佮互英语的环境，3种语言的环境，伊就迄3种语言的会用的这个公式拢会留落来。伊是原底就有啊，毋是另外去学的哦。咱过去拢是想讲，咱头壳是空的，咱亲像录音机去听，再一句一句录起来。啊，当然，咱就感觉讲迄有负担嘛，因为你要去录就有负担嘛。原底无，啊，要去共摕来放伫头壳内底，所以会有负担嘛但是呢，总是讲毋对倒柄，是原底就有啊。你若有用就留来，无用则单调，是安尼啦。啊，因为咱若台湾人出世伫台湾，你有台语环境，所以你甲台语用的对公式留来，所以你会晓台湾话。啊，你其他用袂对的，比如越南话，啊像日本话、韩国话。遐你用袂到公式，伊拢单调所以你到尾你敢剩会晓台语尔，原因是安尼，所以结局是共款的，但是迄过程是无共的这足重要啊，你若无用到遐公式呢，你就会单调去啊你单调的公式若要搁扣转来，就会造成负担嘛。所以意思是讲
用白话讲，你语言的若愈早学习是愈好，就是讲，你若趁婴仔一出世的时候，你就是互伊多语言的环境，伊就拢会留落来，伊足自然就留落来你若无互伊环境，伊就用袂着，伊就甲单调去啊。你单调遐，你后盖等较大汉，要搁学，伊爱搁去捡转来，所以就造成负担啦。原因是安尼。所以呢，你看像迄个。咱即届世界台语文化嘛邀请即个电视总甲歌卡的两个医师因的囡仔，因有3个囡仔台语英语、日语、西班牙话拢足够讲，因为因就是调工自细汉就咧做实验，互伊多语的环境伊后请日本语的老师，后请英语的老师，后西班牙话老师，互伊多语的环境呢，所以伊遐语言足自然就学起来。嘛，你讲囡仔有啥负担无？囡仔嘛讲无啊，就安尼我自然会晓所以咱一般会感觉会负担拢是安那，就你已经读小学读国中你若愈慢开始去学，就就是迄个语言单调愈久所以你就负担愈重所以就讲你若愈细汉，上好一出世就互迄个多语的环境，伊迄几种语言拢会留落来，拢袂造成负担会负担拢是咱，譬如讲咱以前学英语，咱会感觉讲足痛苦的。迄是因为咱迄年代是教国中，比如讲像我嘛是教国中1年才开始学呢。咱迄个年代差是教国中才开始学英语，咱已经单调几档已经单调12档了你才要学英语，所以当然你嘛感觉足难的。但是你若足细汉，你着互伊迄个环境，伊也袂单调偌久，所以要捡转来加足简单的。原因是伫遮所以真侪人拢甲。因过去学英语的迄种的痛苦的经验，想讲所以这囡仔呢若细汉互伊生这种语言就会造成负担，迄错误的啦，迄是学白未扑假扑，学白推理的问题学白推理的所以你若为这个角度来讲，愈细汉是愈好。过来就是细汉你只要互伊多语的环境，伊自然就会晓所以重点就是爱细汉较好你若大汉了，当然迄个你就错过迄个。伊就甲遐公式已经单调你搁要捡转来就较学过来，伊讲咱若一出世若有甲遮个语言公式保留落来就算中度迄个中段去，尾也要搁捡转来较简单。就是讲你即摆，比如讲咱伫囡仔出世，咱互伊台语的环境，互伊会晓足够讲的。但是呢，伊7岁了，去到学校读册，受到华语影响台语的环境愈来愈少，伊煞到台语愈来愈少讲华语。变较贤讲但是至少你若互伊细汉台语有甲顾调，后摆呢，等甲伊有一天要去翻头甲台语捡转来，会较简单。为虾米？因为伊遐公式还佫有留伫头壳内底，只不过是较罕咧用，伊放伫仓库尔。咱人讲用白话角度，伊放伫仓库，伊袂搁去甲摕转来，搬赢，甲迄个烘焙刷甲搬赢就好伊咱佫捡转来用，会较简单但是你若细汉拢无呢，等甲你食老等甲有一天想要选总统较要来伫遐学绝对有腔口啦。所以你看，毋是几若个选过总统的讲爱有才来学台语，有啦，有诶是我有想要来学毋过都一定拢有腔的因为伊过去都无遐公式但是你若细汉有遐公式，就算讲你中度无去，尾也捡转来会较好像比如讲台中教育大学，是英文的教授，伊家己嘛讲伊细汉无台语环境，细汉有咧讲，但是去学校了，就无咧讲因为台北人尾也等到大学参加台语社无台语问题觉醒感觉讲台语重佫翻头重新来学，到尾你看伊台语拢无腔口甚至佫做甲台语系教授好，以上呢佫来上重点就是讲。种是个迄个，就种语言识得个一个概念，就是讲咱人的头壳是分区来欠语言的啦，分区来欠语言就是讲，毋是全部拢欠做伙甲咱的电脑是共款，咱是分区来欠的，一区欠台语，一区欠客语，一区欠华语，一区欠英语偏台语嘛，一区是欠公式，一区是欠语序，一区是欠语音，是分区来欠的。所以你若是对歹去，就歹遐尔，伊袂规做歹啦就甲咱电脑讲，有当时你会讲，词汇对歹去，就拄好欠伫遐物件无去，遐你就读无。但是别个也好诶，你还佫读会出来。咱举一个实际例这是10几档前台东一个
一个原住民吼，鲁凯族的原住民吼，伊原底台语啊，个鲁凯族的话，华语嘛拢会晓讲啦吼。啊，有一天，伊平时拢讲鲁凯族的，伫厝拢讲鲁凯族的话吼。啊，有一摆呢，伊伫咧工作吼，啊，为楼梯跋落来，啊，磕着头啦。啊，拄啊磕着迄个鲁凯族的话，迄区啊，所以磕起来了，尾啊吼，因兜人甲伊讲鲁凯族遐听无呢，所以换甲伊讲台语啦。啊，因兜人错一条，啊，太安尼，那鲁凯族拢袂晓剩台语。哦，原来伊鲁凯族的话遐伤着，啊好佳哉伊佫有别种语言，佫用台语，所以这就是讲吼，多语言的重要。哦，你若本来种语言吼，万一你若一工出车祸，去磕着头，哦，啊某一个头部、脑部吼，迄受伤吼，你佫有优美的语言通好用啦吼。所以这是就语言识字的角度来讲吼，多语言是咱的备胎，是咱优美练啊。语言的优美啊，这是事实的，毋是讲笑真正的。咱人的头壳钱啊，就是做这部分，包括这个歌艺术、电视种艺术因吼，因为歌艺术是精神科的吼，因嘛有一寡正咧研究，就讲一般精神患者吼，像病人，啊伊讲话讲怪怪，有啥怪怪，因为脑部对有受损啦吼。啊，所以呢，这嘛是甲咱提醒吼，讲多语言呢真重要，啦对文化的赞助真重要，哦就。语言识字角度吼嘛真重要，咱有一寡优美的语言通好用吼。以上这是针对这个多语言互咱为这个语言识字角度呢来探讨，就讲台语文要解替咱解答一寡过去咱定有的这个疑问吼。最后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讲细汉只要有多语言的环境，伊遐拢学会起来，毋免惊啦。所以咱要台语教育，也是讲客语，也是讲原住民的，这族语教育就是为愈细汉定根，一出世就互伊有啊，甚至伫老母的腹肚内底就爱开始甲教，安尼方式迄拢袂啥物负担啦。而且是多语言嘛无问题啦，毋是讲咱人的头壳是足巧的，毋是遐戆的啦，好，咱因为咱时间有限无咱先讲到这，若有啥问题咱等下休困时间再过来交流感谢大家，多谢。